大家好啊，我係嚟自東華三院耆青藝坊嘅阿謙啊。今次咧又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咧平時開組嘅時候應用敲擊樂嘅一啲嘅經驗喎。如果你有印象咧，我哋上一條短片咧就教大家咧用呢個水桶鼓啦，同長者咧做一啲嘅訓練嘅，無論節奏遊戲啦，甚至乎咧我哋用一啲合奏咧同大家一齊去做一啲嘅活動去進行演奏喎。咁今次呢條短片咧就介紹另一個樂器啦，就係咧我手上呢一個啦。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叫做 Travel Cajon 手攜式嘅木箱鼓啊。如果你有印象咧，平時嗰啲木箱鼓咧就係好似一張凳啦，一個木箱啦，需要呢個參加者咧或者一個長者要咧去彎腰去進行敲擊嘅。咁而呢個手攜式嘅木箱鼓就有啲唔同啦，佢就比較方便嘅。佢個大細咧大約咧就好似一個籌款箱咁大嘅啫。咁呢個手攜式嘅木箱鼓嘅便利性咧，就好適合一啲咧長者咧比較體弱嘅長者咧去進行一個敲擊嘅活動啦。咁可能佢坐輪椅嘅，咁佢可以擺喺張台嗰度進行打鼓，或者咧佢坐輪椅擺喺大髀嗰度去進行敲擊活動咧，都完全冇問題嘅。咁仲有一樣咧最方便或者最安全嘅位置係在於啲乜嘢咧？就係因為咧佢側邊有個肩帶嘅，咁啊適合咧長者好似我而家咁。掛咗喺條頸嗰度咧，就更加咧安全，就唔會咧令到個鼓咧，因為咧就係好容易滑落咧就跌落地下，咁佢可以咧更加方便佢哋進行敲擊活動。咁喺熱身活動之前啦，有兩項嘅事項咧需要提醒大家嘅。第一啦，就係環境上面嘅安全啦。記得咧進行活動嘅時候咧，你就要為咧長者咧準備一個咧穩陣嘅座椅同埋安靜嘅環境啦，讓佢可以投入喺一陣間嘅活動當中，呢個敲擊活動當中。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裝備上一啲嘅準備啦。第一就當然係一個 Travel Cajon 手攜式嘅木箱鼓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一個裝有呢一個 GarageBand 應用程式嘅 iPad 或者 iPhone。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個 speaker。咁有呢三樣嘢咧，咁我哋就可以正式咧進行我哋嘅活動噶啦。咁就教下大家咧點樣應用呢一個 GarageBand 呢個應用程式啦。咁啊入咗 GarageBand 呢個應用程式之後，進入呢個鼓手嘅版面，撳原聲。咁你就會進入咗咧一個咁樣嘅版面嘅啦。咁啊，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學識撳幾個掣就得噶啦。第一樣嘢，我哋要開着個拍子機。第二樣嘢就係咧，我哋要校呢一個嘅拍速嘅。咁就喺個設定嗰度，咁就調校呢個拍速嘅拍速啦。咁你可以自己調整個速度嘅110啦、120啦，甚至乎更慢91都 OK 㗎。咁然後咧點樣開着佢個節奏機咧？你會見到中間有個 play 掣嘅。咁你撳咗個 play 掣之後，咁佢就會有呢個拍子機啦，同埋個節奏響起㗎啦。然後你撳翻喺左手邊嘅停頓掣咧，咁個節奏機就會停頓㗎啦。其實咧就只要識呢以上嘅步驟咧，咁我哋就可以正式進行活動㗎啦。咁第一個熱身遊戲咧，就係讓到長者咧可以咧初步認識咩叫節拍嘅，亦都俾佢哋感受下啦。打鼓個速度嗰個拍子咧，究竟係要點樣去數嘅咧，或者係點樣去進行敲擊一個活動嘅咧？咁啊，首先我哋放低個鼓，用我哋嘅身體咧去做一個節拍嘅遊戲先喎。咁點樣用身體咧進行節奏遊戲咧？就好簡單啦。咁你就睇下啦。第一個動作就好簡單，就係拍下大髀嘅啫。咁啊，帶領者啦就嘗試數個拍子俾佢哋，咁啊嘗試下點樣去拍下個大髀，跟住個節奏去進行呢個基本嘅一個節拍遊戲咯喎。咁我又嘗試下數3聲起，我哋一齊進行啦，好唔好啊？嚟咯喎，1、2、3起，1、2、3、4，1、2、3、4，1、2、3、4，1、2、3、4，停。呢個就係最初步，我哋就係拍個大髀，俾佢知道咧4拍嘅拍子㗎嚇。第二個動作就好簡單啦，就喺個心口對開嘅地方啦，咁就拍手掌喎。咁我哋又試下咯喎，數3聲起，又一齊嚟啦，1、2、3起
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停。咁記得啦，停嗰下咧都要求咧長者咧擺翻喺大髀嗰度喎。咁仲有啦，第三個動作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將手舉起，然後拍手掌嘅啫。咁我哋又試下咯喎，數3聲起，一齊嚟啦！一二三起，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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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咁咧就咧好簡單咧，俾到長者咧去認知咩叫節拍，一個4拍嘅簡單基本節拍啦。而家咧我哋就試下開着個拍子機一齊進行活動咯喎。咁啊，首先啦，叫長者咧擺隻手喺個大髀度。咁我哋數3聲起咧，就一齊去拍呢個節奏咯喎。一二三起，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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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咁今次咧就到手掌啦，數3聲起又嚟咯喎。一二三起，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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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咁啊，到第3個動作就係舉起雙手咧去拍掌咯喎。咁我哋數3聲起又嚟咯喎。一二三起，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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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咁我哋咧就進行咗熱身遊戲1嘅啦。咁你咧都可以咧俾多啲挑戰俾啲長者㗎。咁俾啲長者挑戰係啲乜嘢咧？就係你可以隨機咧去不斷變動唔同嘅姿勢嘅。你可以決定突然之間變大髀、中間或者舉手拍，喺唔同嘅節拍裏面咧去不斷去改變，令到咧長者咧要好專心咁睇住你嘅動作，從而咧增加咧個活動嘅趣味性嘅喎。咁咧，我都可以推介多一個咧，唔需要用鼓而具挑戰性嘅一啲嘅熱身遊戲咧，俾咁多位長者啦或者帶領者嘅喎。咁就係咧，我哋可以嘗試下跟住個節奏機一齊進行手指操㗎。咁而進行手指操嘅形式咧就好簡單嘅啫，我哋逐個步驟拆解咧去進行咯喎。第一樣啦，就係我哋嘗試張開雙手，兩隻手張開啦，然後咧我哋雙手合實，記住啦，手指公咧係要收入去手心入面㗎，張開，收埋，張開，收埋。然後第二個動作啦，我哋就嘗試下手指公啦，突出。咁我哋嘗試下點樣進行呢？就好簡單，張開，手指公，張開，突出手指公，張開，突出手指公。到最後啦，我哋就嘗試咧交替咧，張開手指公收埋咧，係有唔同嘅動作嘅表現㗎。咁我哋一齊嘗試喎。我哋首先張開雙手，而家嘗試咧右手嘅手指公突出，然後左手嘅手指公收埋咯喎。咁我哋數3聲一齊嚟啦，一、二、3，就係咁啦。然後再度張開。今次咧到左手嘅手指公咧突出啦，咁我哋數3聲又一齊嚟咯喎，一、二、3，咁就我哋可以正式進行咧我哋呢個手指操嘅一個嘅動作同埋一個熱身遊戲啦。就嘗試下咧交替咧去進行呢個手指舞啦，咁就好簡單嘅啫。咁啊睇住我做一個示範啦，就好簡單。而家嘗試右手嘅手指公咧係突出，左手咧就收埋嘅手嘅。呢係第一個動作，第二就係張開啦，第3嘅動作就到左手啦，第4就係張開。第一個動作係右手嘅手指公，第二個動作係張開，第3咧就係呢個左手嘅手指公突出，然後第4個動作就係張開，就係如此類推咧，不斷交替咧去進行啊。咁可能咧對於長者嚟講咧係有少少難度㗎。咁呢個時間咧，你就俾多啲鼓勵啦，鼓勵佢哋去進行活動。記住咧，唔需要追求完美嘅，
佢哋有努力去做咧，已經係非常大嘅成就嚟㗎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埋拍子機進行呢個手指舞啦。雙手張開啦，嗱，唔需要壓力嘅，我哋慢慢進行就得㗎啦。數3聲起就一齊嚟咯喎，1、2、3起，1、2、3、4，1、2、3、4，1、2、3、4，1、2、3、4，停。咁我哋就完成㗎啦。咁啊，我哋咧就到第3個熱身遊戲咯喎。今次呢個熱身遊戲咧就要咧，我哋開始使用咧呢個手攜式木箱鼓啦，就進行㗎啦。咁你可以咧安排呢個木箱鼓擺喺咧長者嘅張台度啦、大髀嗰度啦，甚至乎好似我咁掛喺佢條頸嗰度進行呢一個熱身活動就 OK 㗎啦。咁因為咧我哋用呢個手攜木箱鼓咧，好依賴手指㗎，咁所以咧我哋嘗試做下呢個熱身活動，就係鬆下隻手指先喎。咁好簡單嘅啫，好似我而家咁，將雙手咧掂喺個木箱鼓嘅鼓面嗰度，然後我哋逐隻手指舉起，然後彈下嘅啫，就係如此類推啦。由手指公、食指、中指、無名指，然後到尾指，然後再嚟多次喎，又係手指公、食指、中指、無名指、尾指，就係讓到咧做呢個熱身運動咧，就係俾到長者咧可以更加靈活去應用佢哋嘅手指去進行我哋一陣間嘅敲擊活動㗎啦。咁如果長者咧了解到咧點樣用手指彈下呢個木箱鼓啦，咁我哋就可以嘗試幾樣嘢㗎啦。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可以連續嘅進行呢個手指彈下嘅活動啦。咁係點樣嘅咧？好簡單，你數5下，跟住你嘅數目字去一齊咧去彈下呢個木箱鼓就 OK 㗎啦。好似我而家咁，1、2、3、4、5，1、2、3、4、5，1、2、3、4、5。如果能力許可嘅説話咧，你可以提速都冇問題㗎。好似我而家咁，1、2、3、4、5，1、2、3、4、5，1、2、3、4、5，咁就可以咧大大提高咧長者嘅手指靈活度，咁就更加咧讓到佢哋咧一陣間打呢個手攜式木箱鼓嘅時候更加靈活、更加開心啦。咁而家咧就正式介紹點樣演奏呢個手攜式木箱鼓啦。咁呢個手攜式木箱鼓咧就相對好簡單嘅啫，得2個音，一個低音，一個高音。低音嘅位置咧就喺呢條帶嘅上方，然之後好簡單，雙手啦，大約用手指呢啲位置彈落去咧，佢就已經有個低音嘅聲音㗎啦。咁我而家示範一次俾大家睇下。呢個就係低音嘅聲音啦。咁而第二個聲音高音咧就喺邊度咧？咁我哋呢個手攜式木箱鼓咧就係八角形嘅，就好簡單嘅啫，就喺上邊呢啲位置，上面呢兩側嘅位置。咁我哋敲打嘅時候咧，就係用手指大約3節呢啲嘅位置咧，敲打落去咧，就會有一個高音嘅聲音㗎啦。咁我又示範一次俾大家睇喎。咁我哋而家認識咗基本嘅聲音嘅一啲嘅操作啦。咁如果我哋可以正式咧去演奏一啲嘅基本節奏啦。咁我哋而家就進行咧基本節奏1啦。咁嘅基本節奏1咧就相當之簡單，就係咧我哋嘗試做4個循環，即係4個小節嘅低音嘅敲擊嘅。咁一陣間我哋咧做嘅循環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左手，敲擊咧鼓嘅中間低音位置就 OK 㗎啦。咁我哋數1、2、3起，一齊去敲擊，聽下我哋呢個節奏咯喎。1、2、3起。
呢個就係基本嘅節奏1啦。咁基本節奏2係點咧？就係打高音啦。同樣都係4個小節4個循環，個協調依然都係右左右左咁去敲擊就 OK 嘅啦。咁啊，將手咧提高到呢個位置，咁我哋正式進行啦。數3聲起，我哋就一齊嚟咯喎！1、2、3，起。咁啊，學識咗2個基本節奏之後，我哋就學第3個基本節奏啦。第3個基本節奏咧就要多少少時間去理解啦。就係點樣咧？一陣間咧，我哋係用雙手一齊進行嘅。第一個拍子我哋係用低音嘅，第二個拍子係高音，第3係低音，第4係高音。同樣啦，我哋就嘗試下做4個小節4個循環，睇下大家跟唔跟到咯喎。咁我哋數1、2、3起就一齊進行啦。1、2、3起。咁今次我哋嘗試跟住音樂演奏一次咯喎。5、6、7、8。1、2、3、4、5、6、7、8，完。咁咧，而家咧就教咧第4個咧基本節奏咯喎。咁咧，因為呢個節奏咧係分為2個小節，有少少難度，有少少複雜㗎。咁所以咧，大家要咧集中精神聽一聽，去了解下成個嘅節奏係點樣去進行咯喎。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睇下我哋嘅手嘅擺位先。我哋右手咧係要擺喺低音位置嘅。左手咧就喺高音位置，咁然後咧，因為咧呢個節奏咧係分為2個小節，咁所以咧我哋逐拍逐拍同大家拆解究竟係點樣去進行呢個演奏咯喎。第一拍係低音，第2拍係咩都唔打，第3拍係高音，第4拍係咩都唔打，第5拍係低音，第6拍係低音。第7拍係高音，第8拍係咩都唔打嘅。咁我哋串連起上嚟，我哋進行演奏究竟係點樣咧？我哋一齊去進行演奏一下咯喎。咁我哋數3聲起，一齊嚟啦。1、2、3起。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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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係咁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跟住音樂去演奏一次啦。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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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咁今日嘅教學短片咧就嚟到尾聲啦，咁希望大家咧享受今日玩音樂嘅過程啦啊！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就希望長者咧能夠透過敲擊樂、透過打鼓咧，可以動動腦筋、喐喐手指，令到佢哋咧更加健康、更加快樂嚇。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